我等你，我一定会等你回来的。钟小松。 那你开快一点，我有急事儿。您乘坐的。 你好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10点10分，飞往云南的飞机候机室在哪里？好的，稍等，我帮你查一下哈。好的，谢谢。这班飞机5分钟前已经起飞了。起飞了？是的。现在几点了？就起飞了？谢谢啊，不客气。 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。我等你，我一定会等你回来的。